好，今日咧，我哋去溫習下一次大戰爆發啦，係啦，咁咧，但係咧嗱，記住，咁咧2026年個機會率咧就唔係好大嘅，係啦，因為上年咧出一條資料題啦，資料題咧就講，主要其實係講巴黎和會嘅，係啦，但係咧佢其實你見 C part 咧，嗱，我哋淨係睇資料題咧，主要睇下 C part 個趨勢啦，咁啊或者係 topic 啦。咁 C part 咧，其實佢都係講緊一戰，巴黎會同埋係咪可以解決一戰啊？咁個重點咧，佢賴到一戰，係啦，係講緊1914年至到29年嘅史實。咁咧嗱，當起碼知道下要有個 concept，因為咧呢條題目係講1914啫。究竟1900至到1914年嗰啲史實會唔會出到好似嗱，再前一次咧？就真係出到1900年至1914年之前嘅史實啦，exactly 一條資料題，咁係2022年，咁你講緊4年前嘅資料題，咁嗱個重點係上年係出咗巴黎和會啫，佢個重點係巴黎會，喺1914年之後，巴黎會之後可唔可以解決一戰嘅問題？佢仲要用史實嘅1914年至29年相關史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係冇拉到一戰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會唔會出嗱？論述題就係好冇機會係零，基本上接近零啊。咁耐以嚟咧，出過一條嘅啫，出過一條咧就係咧話1930年嗱2014年，咁成講緊12年前。2014年咧講緊咧就係1930年代嘅德國，較一次大戰前嘅德國更具侵略性，提出理據支持看法。咁你睇到呢條題目咧，咁的士咧，其實佢要你比較一戰前嘅德國，係啦，咁咧同一戰後嘅德國的希特拉啦，希特拉時期嘅德國啦，或係啦，30年代啦，1932年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誒嗱，資料題就會有機會出，論述題基本上就難啲啊，但係佢都可能會比較翻戰前戰後嘅局勢啊，係啦。個戰前戰後嘅局勢，因為咧，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就係、佢其實係冇出過，所以等陣咧都會講下戰前戰後嘅局勢，究竟佢係邊戰後同戰前，究竟會唔會係更加麻煩咧？嗰、個更加個局勢更差咧？咁我哋睇睇啊，嗱，先睇下一戰先啦。嗱，一戰好，其實要溫並唔係難嘅，因為呢一戰咧，你睇下嗱，一戰我哋睇到嘅一戰咧，基本上就四大因素啦。咁咧，同盟制度啦。第二，殖民地鬥爭；三，軍備競賽；四，民族主義。跟住四大因素，跟住引爆佢有兩樣危機，一摩洛哥危機。不過摩洛哥危機嗱，摩洛哥危機咧就冇完全引爆到嘅，因為佢最後解決咗嘅。咁咧，真正令到一次性爆發嘅咧係采埃佛事件啦。咁你睇到係采埃佛事件啦。咁咧，但係唔好淨係睇采埃佛事件，我哋要睇前少少，就係講緊嘅巴爾幹嘅衝突啊嘅危機啊，係啦。咁或者巴爾幹戰爭啦，咁或者之後係啦，咁嗰個係啦，咁我之後會等陣再講啊，係啦。好，咁咧嗱，記住四大因素一。同埋制度啦，嗱，佢哋係互為因果嘅，咁互相去影響嘅。嗱，我哋亦都要睇到個局勢啊，究竟係唔係大問題喎？個局勢係咪好大爆發危戰爭嘅可能咧？嗱，同盟制度戰前，嗱，我哋好少會嗱，咁因為咧個課程係講緊20世紀啊。咁咧，同盟制度係有啲20世紀前嘅內容嘅，係啦，例如三個同盟啦，德奧意係1882年形成嘅。另外就係三個協約就係喺20世紀啦，1907年英法俄啦。咁呢兩大同盟形成咗之後，咁其實之前仲有好多，例如英法自成協定啦。咁咧英法自成協定，咁等陣再係啦。咁英法自成協定咁咧開一開啊！英法自成協定咧，咁咧其實我哋用為本書啦。咁睇睇先，好啦，嗱，誒
同盟制度嗱，咁同盟制度我哋先用同盟制度去睇睇啊。嗱，同盟制度三國同盟啦，咁其實之前仲有好多個同盟嘅，但係記住呢啲同盟知道名住啦，因為佢喺20世紀前嘅，咁咧佢喺20世紀前嘅話就喺課程以外。課程以外嗱，咁好得意嘅，咁課程以外啊嘛，咁先係曾經有一年咧就講，開會就講過啊，寫唔寫得啊？其實佢都係想你寫少少嘅，不過就當然啦，唔係最重點啊。嗱，頭先講咗三國同盟同埋三個協約嘅對敵啦。嗱，三個協約咧，頭先講咗三個協約係英法俄，點樣形成嘅咧？其實我哋要知道埋嗰個致誠協定，1904年係啦，同埋英俄嘅協約啊，係啦，1907年，跟住只有三個協約嘅，咁都係同年份啦，英法英俄嘅協約同埋三個協約。咁嗱個重點係乜嘢？嗱呢個咁我哋繼續睇翻啦。其實嗱同盟制度原意咧，佢只不過防衛啫。點解會出現咧？最早啊，最早點解會出現？咁其實係一個叫卑斯麥嘅人，係啦，擔心法國會報仇，係啦，跟住咧就諗住令孤立法國，就揾咗三個皇帝，啲包括佢自己誒佢自己幫手嘅皇帝啦，就係德國嘅皇帝啦，跟住咧加埋奧匈同俄羅斯、俄國三個形成咗三體同盟。本來係維持一個列強嘅勢力均衡，其實係烏蘭霍格啦，重點唔係勢力均衡嘅，其實唔係好均衡嘅，係啦。咁講緊呢三個帝國嘅均衡啫，係啦。咁咧相對係好穩定嘅。不過啊，點解會有咁嘅問題？嗱，喺一戰我哋要睇嘅嗱，頭先講咗啦，論述題就講話1930年代希特拉時期嘅德國係唔係更加具侵略性啊？對一戰，其實一戰咧咁更侵略性嘅人就係威廉二世。威廉二世上台1880年啊，上台佢推行一樣嘢叫世界政策，主張擴張，同埋攞殖民地嗱，跟住加強嘅艦隊啦，咁想取代英國嘅海上霸權啦，就係因為咁樣搞到咧嗱，搞到英國嬲啦，跟住因為佢係咁爭殖民地啊嘛，同英國同埋艦隊啦，咁等陣會再詳細講嘅。咁結果爭殖民地亦都引到法國都嬲，係啦，原本其實佢都更加嬲噶啦。咁結果咧，英國咧就走咗去法國嗰邊，就整咗個致誠協定啦。個問題在於呢樣嘢啦，其實係傻仔威廉二世，佢做咗一樣嘢，佢走去擴展海軍同埋擴展殖民地，令到英國、法國原本佢頭先講三大同盟啦，再加上其實同英國咧，佢卑斯麥時代呢威廉二世之前嘅首相，佢阿爸係啦，咁其實佢做皇帝之前嘅初期都仲用卑斯麥嘅，係啦，但係個問題係佢一路咁樣擴張，原本其實同英國都仲好好地嘅，係啦，咁但係跟住咁就結果英國就走咗去法國度，一嚟啦，孤立唔到法國啦，二個問題係佢亦令到佢哋呢兩個國家咧。喺等陣唔會再詳細講嘅摩洛哥危機，源自摩洛哥危機嘅係啦，咁咧擴展殖民地啦，同德國就係爭摩洛哥啦，同法國係啦，咁英國就走去，咁結果嗱，重點係英國頭先講咗海軍係啦，其實頭先講緊前後有唔同啦，係啦，呢個係前先嘅，咁因為同英國咧，德國同英國，佢不斷咁樣搞世界政策，同埋諗住擴展海軍啊，跟住令到英國咧走向法國，就簽咗個自成協定。跟住發生咩事咧？就法國咧就鼓勵咗咧，同英國一齊聯手去對抗德國啊嘅擴張啊，係啦。咁啊跟住咧之後係啦。跟住嗱，源自係摩洛哥危機啦，跟住就英法協約啦，英法協約跟住有三個協約，其實咧係因為德國整出嚟嘅。咁嗱，呢兩大同盟
制度有乜重點咧？重點係一樣嘢，原本咧佢只係一個平衡防衛嘅防衛，係防止法國攻擊嘅。但係嗰嗰啲條款係唔公開秘密嘅，你其實咧就好驚啊！敵視嗱，例如咩咧？頭先講咗啦，致誠協定，英法簽咗致誠協定，嗱，德國咧就想試下佢係唔係咁 friend，所以咧就整咗個摩洛哥危機啦。嗱，咁跟住就越嚟越多紛爭出現，列強咧亦都唔，因為有同盟去撐腰啊支持，所以列強咧就唔想去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，堅持自己嘅利益，尤其是奧匈因為有德國嘅幫助，係啦，結果由一場小嘅地區戰爭變成一場大戰啊，係啦，好啦，咁咧頭先講咗殖民地衝突，例如啦。頭先咁摩洛哥係嘅，好啦，咁第二個啦，或者呢度講得啦，小型衝，記住同盟制度係將小型地區嘅衝突升級為大戰，好啦，跟住咧就講殖民地衝突啦，就係佢哋講爭殖民地啊，嗱，我哋前面嗰啲就唔係好講，其實英法咧原本係爭殖民地嘅，但係德國因為搞呢個世界政策，搞到咧。英國、法國變咗朋友，原本係由敵人喺度爭殖民地，變咗朋友。原因在於德國搞世界政策啦，頭先講咗，搞其實英國咧唔想搞任何嘢，佢淨係一個殖民地同海軍勁嘅啫，佢唔想去參與任何其實佢呢個所謂叫光榮孤立，唔想參與歐洲大陸裡面嗰啲事務嘅，係啦，但係。就係德國第一樣嘢啦，咁呢個又係20世紀前嘅，當知道下啦。波爾事件咁啊，南非啊，佢插手英國嘅殖民地，咁咧英國諗住吞併咗南非嘅波爾人土地，咁咧德國咧就話支持佢，咁咧搞到英國唔開心，咁咧結果1904年就參與咗同法國簽咗致誠協定啦。咁好啦，個重點嚟自嗱。咁佢哋喺度不斷爭啦，咁跟住咧，法國同意大利爭，意大利所以咧就輸咗喺大西亞，咁啊，所以就走咗個奧匈同埋德國嗰邊，變成三國同盟啦，係啦，咁你知道下啦。咁咧嗱個重點係咩？殖民地之爭、殖民地鬥爭，咁咧另外就兩次嗱。咁個重點殖民地鬥爭，咁加嗱殖民地鬥爭咧，仲有樣就導致咁最核心，頭先講過啊，就係1905年同嗱，記住呢兩個年份啊，1905至1911同1911年兩個國家喺度爭摩洛哥，係啦，咁咧嗱摩洛哥危機係咩嚟嘅咧？摩洛哥危機好咁啊，落去少少啊。摩洛哥危機係咩咧？摩洛哥危機，佢哋喺度爭緊摩洛哥呢個地方，咩嚟嘅咧？上少少係啦，咪輸嘅位啦，輸大約啊廿起上少少喺呢度係啦，咁咧一唔係22咧，22開始。咁摩洛哥危機其實係摩洛哥係邊度嘅咧？其實係非洲北面嘅啫，係啦，佢就北面呢度啦。個原本其實係佢係一個獨立嘅地方嚟嘅，係啦，獨立嘅地方嚟。但係隔離係有法屬西非，你見咧法屬西非咧，咁咧法國係好想食咗佢嘅，係啦。咁咧第一次摩洛哥危機嗱1905年，記住呢個年份。摩洛哥危機，咁咧呢度有豐富資源啦，同埋戰略位置啊，因為佢喺地中海嘅位置啊嘅入口位置啊，係啦，咁咧頭先講咗，乜余世想試下英法致誠協定，係啦，測試下啊，因為咧英國支持，法國咧就想吞併摩洛哥危機，佢就趁呢件事就去試下啦，嗱，佢就走去摩洛哥就話支持摩洛哥保持獨立，咁咧佢話咧。佢咧同時喺法國，但係嗱當時咧，法國開始動員軍隊啊，局勢開始緊張。咁跟住佢哋開咗嗱個重點係佢哋開咗嘅，記住呢個阿爾克西拉斯會議。
咁論述題知會記嘅，咁你只要題多數都唔使太強調嘅。咁你記得1905年有摩哥係記得噶啦。咁啊呢個會咧最後係傾掂數嘅，係啦。咁咧傾掂數咧，得奧匈支持德國，咁輸晒，英法俄站喺一線。咁結果就不過嗱，佢哋係和平，雖然和平解決問題嘅。咁你見到和平解決問題講咩咧？原來德國係攞咗摩洛哥部分嘅領土嘅，法國亦都攞咗摩洛哥部分領土，佢哋傾掂數嘅，傾掂數嘅。所以其實嗱，摩洛哥已經係冇法引發真係戰爭。佢哋雖然話動員德啊，頭先講啊啊威廉二世走去摩洛哥話幫佢，跟住法國又動員軍隊，但係最後佢哋兩個都退咗嘅，仲一齊分咗佢哋啲咩？係啦。咁仲有法國影響力大啦，係大增啦。跟住德國咧，佢亦都有啲貿易權嘅。嗱，佢哋其實最後經濟上，不過德國唔開心啫。記住呢個係積埋埋。嗱，唔同二戰唔係積埋埋嘅仇恨嚟嘅，係啦，一次過爆嘅。咁一戰係一次過係積埋埋嘅仇恨。跟住啊，雖然和平無解決，但係德國係不滿係冇減少過嘅。佢知道其他國家同佢懷疑有敵意啊，得奧匈係一個朋友啊。咁第二次發生咩事咧？就原來摩哥裏面發生內亂啊，係啦，佢哋都開始派兵啦。咁咧派兵將派嗱，德國就做咩咧？德國就派軍艦去保去嗰個地方叫炮號啦，去派去阿加迪爾。咁咧話維護德國人德國喺當地嘅利益啦。咁英國就唔想德國咧直指建立海軍基地喎，危害佢哋海軍嘅大國啦。跟住就開始繼續支持法國啦。跟住嗱，呢個危機最後發生咩事咧？佢哋都係德國、法國都係簽咗條約嘅，叫菲斯條約。咁咧嗱，摩洛哥正式成為咧法國寶國。嗱，頭先講咗。第二次摩洛哥嘅1911年，佢哋都係傾掂數嘅。不過德國都係嬲啫，又係點解摩洛哥成為咗法國寶國，德國咧淨係攞到呢部分咧攞唔晒咧？係啦。咁嗱，再另外一方面睇下，其實佢哋係傾掂數一人一半嘅喎。你睇到個大細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咧但係個問題係德國咧兩次都覺得自己屈辱。所以佢唔再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啦，開始不斷抗軍。佢整咗5艘嘅無畏艦啦，跟住加強佢嘅其他法國都驚，加強軍隊。嗱，呢個就係個因果關係啦。頭先講咗摩洛哥危機，令到第三樣嘢就係軍備競賽，因為大家都驚，大家都驚嘅，所以增強軍備啊，係啦。咁當然，其實因果關係同盟制度亦都加劇呢樣嘢嘅。頭先講咗摩洛哥危機，法國對德國，德國得一個朋友叫奧匈，所以咧德國唯有同奧匈咧連成一線。咁法國同英國一齊加埋俄羅斯連成一線，咁呢叫英三國協約。咁咧其實有一啲因果關係嘅。嗱，咁你見到佢破壞咗關係啦，加劇軍備競賽。頭先講咗。咁咧，所以佢哋不斷咁樣繼續去抗軍啊，係啦。英國頭先講咗啦，德國擴5艘，咁咧英國自然再加強噶啦。法國就增強到陸軍75萬，個個不斷去增強。嗱，咁跟住連帶嘅軍備競賽係第三個啦，第三個因素啦，軍備競賽陸軍佢哋咧徵兵啦，頭先講咗啦。咁德國咧就由61萬增加到89萬啦。嗱，有一年唔係 DSE 嘅，係啲會考嘅資料題，就會講呢啲咁嘅軍隊啊，係啦。英國、法國喺度揸無畏艦啦，咁咧仲有啲新式嘅武器啦，魚雷啦、地雷啦，同埋潛艇。即嗱個重點係軍備賽，佢加強咗，令到啲國家咧覺得一樣嘢可以戰爭解決問題，仲有佢亦都唔想嗱。咁我哋與此同時，其實中間咧仲有啲事件想解決問題嘅，頭先軍備競賽啦，擴展啊，擴展擴展軍備，摩洛哥危機就令到加劇咗軍備競賽啦。咁中間其實有啲事，有兩個國家想，有兩個國家想去
減少軍備，令到個問題好啲嘅。咁咧，記住1899年咧，咁有個海牙會議啊。另外仲有一個嘅，都係海牙會議，1899同1907年，係啦。咁咧，1899同1907年啦，咁你見兩個都嗱，第一個次咧就係俄國嘅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。第二次咧就美國去話參與嘅。咁但係個問題，兩次都係有分歧嘅，係啦，兩個都唔兩次都唔想裁軍，個個都唔想，係啦，個個都害怕變為侵略目標。跟住英國、德國亦都德國喺度同英國爭啊，咁德國唔裁，英國更加唔想裁啦。咁咧，所以咧最後達成到目標嘅，佢哋咧淨係最後承諾咗一樣嘢，就會承諾戰爭時保護人民人命嘅啫，私有財產同埋宗教信仰，係啦。咁佢哋有少少成效嘅，就係有個誒仲裁機制啦。有個而家都係嘅，仲有呢個嘅，就係嘅海牙法庭啊，係啊，海牙嘅國際法庭係仲裁嘅。咁咧其他就冇啦。嗱，咁第三個就令到咧軍備賽更加緊張，令到佢哋咧更加想用武力去解決問題。好啦，第四個其實係最重要嘅原因嚟嘅，其實可以話比較，因為咧呢個叫民族主義，其實佢哋要一樣嘢，佢民族主義係咩嚟咧？佢變咗極端啊！極端民族主義講咩？就係光榮。另外嗱，下面啦，再睇咧，再睇翻書嘅位啊，書嘅位。嗱，民族主義，咁我哋睇埋民族主義，跟住咧就落去最核心個位啦。民族主義係啦，民族主義變得極端啊！1870年之後啊，咁佢哋鼓吹一嘢向外擴張，武力去不斷擴張殖民地，跟住提升威望。咁有幾個民族主義嘅，一就係法國嘅復仇運動。咁咧，咁法國因為普法戰爭係1871年1870年普法戰爭，跟住咧佢俾德國人打敗，冇咗一個地方叫阿爾薩斯洛林啊。咁成日都話想攞翻嘅，咁所以咧佢一直都好想復仇嘅。嗱，記住，但係1870年輸咗，去1914先打嘅，嗰陣四十四年先打，佢一直得個講字嘅啫。咁你所以見到一戰其實係積積埋埋嘅，唔係一次過話想爆嘅，係啦。嗰陣時40幾年先至就去打嘅，係啦。咁二戰就講緊係1919至39年20年嘅啫，爭好遠。咁咧法國復仇，咁最後咧頭先都講咗啦，佢嘅連帶個因素啦，法國復仇就導致個同盟制度啦，係啦，導致同盟制度因果關係啦。咁啊三個同盟，佢就德國就好驚佢復仇，所以就整咗3個同盟，跟住德國就揾咗俄羅斯同英國幫手，所以就整咗3個協約抗衡3個同盟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要記得頭先講咗我提過一樣嘢，民族主義世界政策。世界政策就係咩嚟嘅咧？呢幅圖已經講咗啦。當時嘅威廉二世好想吞併全世界，佢話佢要提出一個喺太陽下佔一席位，仲要建立一個日耳曼民族為中心嘅大日耳曼帝國。所以咧佢就不斷去擴張啦，但係引致其他國家嘅猜忌，尤其是英國，係啦。咁因為佢擴張自然想以軍備以軍備嚟做 backup 噶嘛。咁當然啦，亦都係想爭光榮啦，所以佢從英國海軍最勁嘅國家英國去爭。好啦，亦都與此同時，佢亦都支持奧匈。因為奧匈有咩嘅咧？奧匈講嘅都係一樣叫泛日耳曼主義嘅。咁佢要向巴爾幹擴張，巴爾幹嘅地方擴張。咁但係連帶對敵嘅就係反日斯拉夫主義，係啦。咁不過我哋再講多少少，頭先奧匈啦，佢德國支持奧匈，奧匈支持咩咧？就係塞爾維亞整個太塞嘅運動。咁咧佢就佢好想攞巴爾幹嘅自己塞爾維亞人嘅領導，因為咧塞爾維亞人係啦，
咁塞爾維亞人咧，咁咧奧匈裏面嘅奧匈帝，佢成日咧係講錯啊，唔好意思。咁頭先講咗係泛伊曼主義，咁德國支持奧匈係啦。咁跟住有個凡斯拉夫主義啊，凡斯拉夫主義，凡斯拉夫主義，好，凡斯拉夫主義咧，咁咧。誒。好，凡斯拉夫主義咁咧，頭先講咗，凡斯拉夫主義就係俄羅斯嘅，俄羅斯咧就想統一斯拉夫民族。嗱，佢支持嘅調翻轉啦，佢支持咧就係佢同奧匈爭啊，呢個塞爾維亞之建立塞爾維亞，因為塞爾維亞咧其實同俄羅斯係同民族嘅，都係斯拉夫人嚟嘅，係啦。不過佢就叫塞爾維亞啦，咁就管治住想攞巴爾幹嘅塞爾維亞族嗱嘅領土啊，啲波斯亞、黑塞龜啊、阿爾巴尼亞聯合起嚟，咁咧結果嘅就係連帶頭先講咗同盟制度啦，同埋公平競賽啦，咁當然啦，仲有頭先德國擴張啦，連帶嘅就係呢個所謂叫塞爾弗事件或者叫巴爾幹危機啊，係啦，巴爾幹危機點解會出現？其實頭先講咗德國支持奧匈，跟住。俄羅斯又支持塞爾維，塞爾維係一個小國嚟嘅，好細嘅國家。呢個就叫巴爾幹危機啦。佢亦都係會導致一戰爆發嘅最重要事件啊。波斯當時奧匈就搶咗呢個地方叫波斯亞，1908年至09年啦。咁咧當時發生咩事咧？就乘機嘅啫。奧匈就搶咗嗱喺邊度個位啊？咁我哋巴爾幹喺邊個位嘅咧？巴爾幹其實喺呢度嘅，係啦。咁再好啲嘅圖啊，咁咧俾翻上翻少少，上翻少少咧，咁再少好啲嘅圖啊，係啦，呢度就係巴爾幹，係啦，巴爾幹就係奧匈啦，同對敵嘅就係塞爾維亞，俄羅斯幫奧匈，上面德國幫，唔係俄羅斯幫塞爾維亞，上面德國幫奧匈，OK，好啦。咁咧個重點係當時啊，佢就搶咗呢個黑塞哥維那啊，黑塞哥維那喺邊咧？其實好細嘅啫，其實呢度啦，係啦，波斯亞黑塞哥維那，你叫波斯亞得噶啦，1908至09，咁08年啦，你當係啦，乘機啫，咁有內亂，當時嘅鄂圖曼帝國有內亂，佢乘機搶咗波斯亞黑塞哥維那，跟住塞亞係嬲噶。佢喺度，但係出嚟又唔夠俄羅斯幫，當時冇能力幫佢啊，因為佢啱啱俄羅斯被日本打敗，係啦，1905年俾日本打敗，咁所以當年咧佢就幫唔到啊，幫唔到啊翠華長同奧匈爭，咁結果嬲啦，又係積怨嚟嘅，記住啊，跟住嗱奧匈。哎呀，塞爾亞輸咗啊嘛，雖然佢嗱睇大細冇得打嘅，奧匈冇得打，塞爾亞係冇得同奧匈打嘅，但係跟住發生咩事咧？有兩次巴爾幹戰爭，嗱，知道下得噶，兩次巴爾幹戰爭1921至13年，跟住兩次巴爾幹戰爭咧，奧匈大咗。佢贏咗，係啦，兩次都贏嘅。咁因為打鄂圖曼帝國啦，同埋保加利亞嘅，因為第一次係打鄂圖曼帝國，跟住分贓分勻，保加利亞就再打過，係啦。咁結果佢就搶咗保加利亞同埋鄂圖曼帝國嘅領土。咁呢個重點就係佢強咗，佢就開始有信心去同奧匈爭。咁因為上次輸咗嘛。咁但係個問題係佢都係唔係好夠膽同佢爭嘅。咁跟住發生咩事咧？就終於佢背後就撐咗啲人啊。個人咁記住啊，咁好易嘅啫，大家記得噶啦，就係波斯亞塞拉耶夫事件啦，黑手黨啦，佢明夠奧匈爭噶啦，跟住就話黑手黨背後支持黑手黨當時嗰個人就黑手黨啦，咁。你記住黑手黨呢個叫普林西普呢個人啦，佢殺咗菲迪南大公，其實好傻嘅。菲迪南大公走去訪問波斯亞，跟住結果咧就俾人殺咗啦。殺咗之後，
咁咧奧匈梗係話懲處啦，乘機啦，啊奧匈一直都想覺得佢係眼中釘嚟嘅，好危險。咁佢大咗啊，仲有喺巴爾幹戰爭之後大咗。咁1908年、09年我食咗波斯啊，咁跟住佢一九，頭先講咗巴爾幹戰爭1909至到11年一九三年09至12至13啦，係啦，12至13年佢又大咗喎，咁哇呢隻嘢咁怪，咁得人驚，越嚟越強，咁我仲唔乘機去鏟除佢、殲滅佢，咁所以咧連帶佢就特登整咗個空白支票啦，無限支持佢，跟住咧最後通牒，乘機你覆，知道佢覆，佢唔會覆嘅，尤其是最重要第四點，話要派奧匈嘅官員進入塞爾維亞參與調查工作，咁咧制止一齊反對活動，咁奧匈揾個咁難嘅最後通牒，誒特登逼塞爾維亞唔接受嘅。跟住佢哋開始宣戰啦，就係一唔接受就宣戰，向齊亞宣戰。咁連帶記住，連帶嘅就係、嗱，呢度就係個重點啦。連帶頭先講咗四大因素，咁開咗戰啦，奧匈就向齊亞開戰，俄國就開始動員，因為頭先講咗民族主義嘛，幫齊亞手，咁下定動員啦。德國就要求英國中立就拒絕。跟住咧，德國咧就叫俄國，喂，你退啊，唔好。跟住法國保持中立，亦法國都拒絕。咁連帶發生咩事？就係頭先講個民族嗰個同盟制度啊，同盟制度，德國幫奧匈就一齊向俄國宣戰，俄國就幫塞爾維，法國就乘機啦。嗱，法國記住，其實佢係咪因為同盟制度咧？又唔一定嘅，係因為佢嘅復仇嘅啫，所以民族主義嘅。咁跟住德國就向法國宣戰，大家動員先嘅。嗱，不過啲責任問題啊，其實奧匈一定最大責任啦，奧匈向塞爾維宣戰，俄國係動員先㗎，所以俄國大責任啲嘅。咁德國就向法國宣戰，跟住德國就用打比利時，咁記得斯里芬計劃啦，斯里芬計劃就打比利時去取道比利時打法國，跟住因為破壞咗中立啊，亦都個比利時近英國，所以英國就參戰。當時意大利宣布中立嘅，跟住咧全部國家除咗意大利啲大國啊，咁啲大國英法俄奧匈。英法俄對住奧匈同埋德國，係啊，加埋塞爾維亞啦，啲小國唔計啦。咁咧就開始變成大戰啦。意大利當時中立，係啦。咁英國咧就向德國宣戰啦，因為打比利時啊，係啦。咁結果就導致大戰啦。嗱，去到呢度，咁我哋停一停，等陣咧再去知道下二戰發生咩事，二戰發生咩事，同一戰之後巴黎和會嘅情況啊。